今天咱俩就痛快。傻孩子，哭什么哭啊？周生，周生，周生，有件事我没跟你说吧？其实你以前用烧火棍打我的时候，你打的一点都不疼，我还老是装作很疼的样子。我现在好希望你能用烧火棍打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傻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”
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叫你一声爹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我们以父女相称，生生世世都为家人。爹。小姐，今日雨水较大，院子里有些积水，你仔细着脚下。小姐，蠢，连个灯都照不好。小姐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雨下这么大。一个 J， 两个 AJ， 你们这些贱奴还敢跟我顶嘴？跪在这儿，不许上廊去，别脏了我的地。我让你起来，你们才能起来，听到没有？谁？扶摇，你竟然没死！你都还活着，我怎敢先死？你竟然敢伤我！这一刀是为了你一直以来暗箭伤人，算计于我。这一刀是为了你出尔反尔，伤了小七。包里好像有动静，别去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晨儿不想去陪院。这一刀为了你心思歹毒、不择手段，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。届时，我今天要让你生不如死！继起神功，天烈把这么恶毒的招数都交给你了，受死吧！去陪月，无非是想倚仗他娘家的势力。可时间越久，晨儿越发觉得，他以前的善解人意、体贴温柔，全是假的，全是做作。一个郡主性子骄横些，实属正常。可他赶尽杀绝，表里不一。父亲，娶这样的女子为妻，
臣儿如何安枕？可你要知道，像这样的婚事一旦应允下来，我们是无法回头的。无论是国公还是裴家，我们都得罪不起。可是父亲，我心意已决。那就跪着，直到跪到你想通为止。害人不成，终害己。我今日不杀你，是不想成为和你一样歹毒的人。我不会放过您的。好，我等着。义父，雨势太大，把前方山路上所有的痕迹都给冲走了，怎么办？撤！义父，就这么让他逃了？如果他真想逃的话，也不会从这里走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所有进出的关卡。今夜世子失踪之事，不可外传。是。去搜搜水路吧。是。快2个时辰了，你那里紧实，再不止血，伤口便要溃了。行，这伤可不碍事。该了的事都了了吗？他们追上来了，撑得住吗？走。
国公，找到世子了？不是郡主他。我的脸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情况如何？看过大夫了，大夫说小姐的伤不碍事儿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这里。姑父，是扶摇，是那个贱人伤了我，你替我杀了他，我一定会杀了他！堂堂一个郡主，竟然被一个贱奴伤成这副模样，这要传出去的话，倒是一桩笑话。事到如今，姑父还在怪我吗？国公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在轩辕山出了这样的事，你们打算怎么向我交代啊？国公，不如我们出去叙话，免得惊扰了郡主。京晨，你陪着郡主。是。师妹，别过来！滚出去！好，好，我不过来。你滚出去！好。是扶摇伤了你，他还没死。他没死，他活得好好的。你是不是特别高兴？他把我毁成这个样子，你可以去找他了。你们俩终于可以手足手飞了。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在笑我。你笑我一心想杀了扶摇这个贱奴，可是却被他毁了。你是不是巴不得让他一剑杀了我，然后你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不是想见见我吗？想看看这面纱之下，他划了我几刀吗？想知道我的心有多痛有多痛吗？我拆给你看呢，我拆给你看！师妹，我拆给你看！你住手！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好恨，我好恨！